好啦，今日咧就行太平山頂，其實都去咗好多次㗎啦。咁今日咧，我選擇行咧就經漆咸徑嗰度上山嘅，落山咧就揀個夏力道嘅。咁喺漆咸徑嗰度咧，你就會睇到一座以前車站站長休息室嘅呢個3級建築物嘅。以前咧就係站長住啦，同埋休息嘅，建於1929年嘅。咁喺呢段路咧，仲可以睇到睇到纜車經過嘅。呢段路咧，其實你揸車嚟呢段路，個站長休息室嗰度有咪標嘅，同埋隔離幾步路嗰度咧有一間英基小學啊，香雪道嘅英基小學都有咪標嘅，但係千祈唔好假期下。假期我驚冇位啊，冇位泊，或者你直接揸上山頂花園都有咪標嘅，咁但係可能就喺附近打卡，你揸車就 OK 嘅。咁但係你又想享受下漫步啊，睇下沿路啲風景啊，又可以當做下運動嘅咩？咁就行山徑啦。行山徑又唔需要回頭啊嘛，走回頭路啊嘛。沿路都係平路嚟嘅，間唔中有幾級樓梯咁樣咯。晚上話就睇維港兩岸燈飾啦，咁我就唔揀晚上咯，因為以前去咗好多次㗎啦，睇夜景，咁啊白天嚟行下啦。其實你如果行上山頂後咧，經夏力道落嚟嘅話，其實夏力道同盧吉道落嚟都差唔多嘅。咁你落嚟到咧，仲有一個西高山，如果時間許可嘅話，你仲可以行西高山嘅。大概西高山嘅道理預佢半個鐘啦。坐纜車呢，成人呢就82蚊單程，來回216蚊嘅。長者同細路仔呢，好似有優惠嘅，優惠近半車費啦，例如優惠1/3車資咯。咁我落山之後呢，我選擇坐港鐵嘅西營盤港鐵站嘅。呢度行上去呢，漆咸徑嗰度行上去條呢邊嘅大馬路呢，右手邊呢有好大嘅牌寫住政務司長公寓嘅白加道。
呢度係一個古蹟好老嘅建築物嚟嘅，以前係醫院嚟嘅。嚟到呢度有個纜車站啦，半路嘅呢個站咧就白加道纜車站，兩邊都可以上太平山頂，時間係差唔多嘅。咁我就揀咗嗰個上嗰個凌霄閣嗰邊啦，即係間紅色屋側邊呢條路行上去。呢段路一上去就係凌霄閣嚟嘅。上到山頂啦，咁我就唔會上觀景台㗎啦，可以行去獅子嗰個觀景台嘅度，好多人企喺上邊啦嚇。獅子亭嗰度觀景台啦，嗰度其實唔需要逼埋嗰個凌霄閣嗰度嘅，你行前少少咧，100米度咧，獅子亭嗰個觀景台嗰度打卡景點都唔錯嘅。呢度係落山啦，呢邊左邊可以行去西高山嘅，不過時間有限就冇過去啦。下次先再行西高山啦，因為你過去行去西高山咧，起碼仲要可能半個鐘啦，咁你來回要預1個鐘咁樣，打卡咁。順住呢條路返去坐港鐵啦，個站係西營盤港鐵站嘅。呢度有一個13路巴士啦，都係順住行落嚟，跟住過對面。對面睇到個牌寫住係高鐵，係西鐵啊，都唔係啦，港鐵站嘅標誌啊。行過對面啦，睇咗個港鐵站嘅標誌嘅，係啦，呢度就係西營盤。
站啦。